很快就要2023年了。2023年是闰二月啊，2023年会闰二月啊，农历的闰二月。少阳，少这个是少年的少了，少阳。对呀，闰3月嘛，造成那个配合24节气，就变成腊月的时候就在立春了。今年的腊月29是大寒的。明年因为闰2月份多一个月，2月份是春天，所以往后了啊。但是立春变成腊月就在立春了。立夏的夏是夏天的夏了，立春夏秋冬立，夏天的夏。干旱的干不是那个干，是乾坤那个乾。